好了，阿哥，要甲各位介绍咱这个优德陶瓷锅，略大优点吼，做物件袂夹点，吼轻松翻炒好上菜，吼。过来少少的油咧，伊会当出一个美丽的佳肴，吼。过来毋惊高温啊，煎炒炸煮一出 OK 吼。鼎有够好势，所以吼你也用水甲冲落了吼，伊就清洁了了吼。用起来吼，就安心。无论你哪个煮吼，伊这鼎吼，伊拢无异味。过来上简单就是吼，好摕轻松，好摕真好摕吼，轻松好用吼。来看起来吼有水无？这个鼎水无？吼，水的咱来卖绝对有市场。那这市场吼，这个饼佮做木纹的吼，陶瓷设计吼，IH 吼，来高度水无？吼，来只要你今仔买一件货，无论是伫白炒菜鼎，还是三十的白底鼎，只要你也买一件货。我就优待你一件，洗车巾拍8折互你，赶紧，你甲业务联络吼。